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2月22，箴言20章10安尼讲：连囡仔伫所做的，也显明伊的本性；伊所行的，或是圣洁，也正直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关心囡仔的本性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满有慈悲疼痛的慈爱天父。你用温柔甲怜悯的心来看顾阮，主啊！你的听是遐尼长阔悬深，超过阮的理解。你也亲像老爸疼囝，用无改变的疼来疼阮，主啊！我们用你来学乐感谢，主啊！你教导阮行永活的路，也爱阮有智慧来关心、甲教导阮的细囝，对细汉就关心因的本性，也用阮的生命来影响因一生的所行，因为连囡仔伫所做的，也显明伊的本性，就通知影因所行的，迄是圣洁，也正直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